喂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嘅日期咧就係2015年8月26日星期三嘅晚上10點44分。咁咧今日嘅天氣預測咧就大致係咁。本港地區今晚同埋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。明日驟雨較為頻密，局部地區有雷暴，氣溫介乎於27至31度，吹和緩嘅東南風。展望呢，隨後幾日呢有雷雨，週末呢同埋下週初雨勢呢會有時頗大嘅。好啦，咁今日係講啲咩話題呢？因為仲係好基本啦，好初段啦，咁就講一個呢關於神秘學啊或者陰謀論裏邊一個比較重要嘅話題。咁你見到呢個英文啦，Club Bilderberg。Club Bilderberg 係乜嘢呢？咁喺中文嚟講呢，就係叫做標達堡嘅。咁但係你打標達堡呢，喺 Google Search 呢，其實就揾唔到。咁你可以打呢個英文叫 Bilderberg Group，咁就會出現咗一個呢維基解密，維基百科啦。咁裏邊呢就有講到佢係啲咩嚟嘅。Bilderberg Group 呢就係一個世界級嘅年度非官方會議，咁可能會有100幾人參與。咁參加者呢，多數都係一啲商人啦、媒體啦、政治精英啦，被稱為呢全球嘅影子政府。咁講佢嘅由來呢，就係呢個荷蘭女王貝亞特麗克斯嘅父親呢，貝恩哈德親王呢，就喺1954年成立嘅。咁距離而家呢，都已經50幾年㗎啦。咁呢，由於首次嘅會議呢，就喺荷蘭嘅一個叫做 Bilderberg 嘅旅館裏邊舉行，所以呢，之後每一年舉辦呢個活動呢，都係叫做 Bilderberg Group，中文叫做畢德堡俱樂部。咁我哋香港人呢，就會講佢係叫做標達堡嘅。好啦，咁呢，跟住就可以睇下一啲相關嘅資料。咁 Bilderberg 係咪一個好重大嘅陰謀呢？咁又唔一定嘅，起碼呢，呢個 Bilderberg 呢，佢係牽涉住一啲呢領袖去制定一啲呢秘密嘅計劃。咁裏邊又有啲咩人呢？你睇下啦。裏邊呢有啲好重要嘅人物嘅，例如克林頓啦、基辛格啦、CIA 同埋 MI6 嘅情報頭子啦、IMF 世界銀行總裁G7 國防將領Google 亞馬遜Facebook 嘅高層啦，或者係同埋一啲呢國際嘅金融嘅勁人呢，都會一齊去開會嘅，甚至呢個影響力呢係超過 APEC 啦、歐盟峰會啦、G20啦、聯合國大會啦、金磚會議呢啲場合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呢，呢個組織佢哋去開會嘅時候呢，其實佢哋係唔俾傳媒去採訪嘅。咁所以呢，佢哋個形象呢，就俾人覺得佢哋係好神秘啦。咁但係呢，有啲計劃呢，其實係有人知道嘅，就係裏邊呢有啲嘅內幕嘅獨立記者呢，就外泄咗一啲機密嘅資料出嚟㗎。你可以睇到啦。第一個就係中國、俄羅斯、伊朗嘅核子計劃合作方案。咁呢點呢，確實係令到西方呢嘅人呢，就尤其呢3個國家呢，都希望呢，藉由拋棄美元呢，改採第三科或者係另一個貨幣呢嚟做交易嘅。唔好講啦，你可以上網睇到嘅。咁第二個呢，就係中國同俄羅斯嘅兩國嘅天然氣嘅交易案。
係啦。第三個咧就係歐盟區嘅反歐盟現象。第四咧就係歐盟網絡法規。呢個稜鏡計劃其實都係好重要嘅，因為佢係屬於呢個美國安全監控事件呢個重要嘅關鍵就喺呢度。第五個呢就係資訊戰同埋網絡自由。佢牽涉到呢就係一啲智慧隱形眼鏡啦、智慧內視鏡啦、智慧晶片啦，甚至於呢係遠端操控嘅神經系統。呢啲就係屬於呢個範疇。第六就係美國對烏克蘭同埋敘利亞嘅外交政策。上年有一段時間都有導彈擊落咗一個民航機啊！呢件事都係大家都記得嘅。第七係氣候嘅變遷，逼迫一啲國家呢係繳交呢個碳嘅排放稅呢。呢啲係有錢嘅國家去壓制貧窮國家產生出嚟嗰個政策嚟嘅。呢張相就唔關事啦。係啦，呢班人呢就係被稱之為呢標達寶嘅。就咁睇，佢都只不過係一個重要嘅組織啫。同陰謀論有啲咩扯上關係呢？又有另一個網站呢去講解呢件事嘅。梗係同共濟會、光明會同埋新世界秩序有關嘅嘢先牽涉到陰謀論啦。喺呢個網站裏邊呢，就講咗一啲呢 Bilderberg 一啲嘅意思嘅。領袖世界嘅金融家同埋外交政策嘅戰略家呢，唔係喺呢個 Bilderberg 裏邊呢係制定自己嘅秘密計劃嘅未來。佢真正嘅目的呢，就微妙得多啦。呢啲嘅會議呢，創造一個人工嘅共識，企圖呢聘綁來訪嘅政客同埋影響其他人。好啦，背後有啲咩嘅人喺度操控呢？如果你想知道邊個負責咁多好友嘅資金呢，粉碎意義啊，制定法律啊，貧窮同世界嘅苦難啊，點解要講翻呢個 Bilderberg 呢？就係因為佢其實係統領緊呢個世界嘅運作啊。所以呢，你喺宏觀頂層諗嘢呢，你一定要認識佢 Bilderberg Group。你記住呢個名啦。